主后2023年6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仰望主赢过拍败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27篇第1节到14节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着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虽然大军占领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寻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厝内，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，互我的头掠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就来朝见主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面毋插我，毋通受去赶你的奴仆。你一直是我的帮赞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即使我的父母去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对敌在长等。求你带我行边塔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的日会享受上主的恩惠，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胆，着信靠上主。仰望主赢过拍败人。对着乌俄战争爆发，台湾面临战争的风险也真悬。有人袂禁得担忧，万一互敌人攻击围困，着安怎呢？检采有人相信，伫上帝帮赞下面，的确会当反败为胜。也有人认为，只要和平，一切拢好讲。假使有人讲，当我遭受敌军围困，我干那求伫教会中仰望上帝的荣美，你敢袂感觉奇怪？诗篇27篇受军队围困的代笔，就是安尼讲：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寻求伊的指示。敢讲上帝的美善会互人抵挡恶者的攻击，会当安慰惊吓恐惧的人？是啊，因为上帝是美善的源头。对基督徒来讲，美善毋单单是感官的感受，是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迄个具体彰显出上帝荣耀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。耶稣基督的降生、服侍、教导和十字架顶的牺牲，拢具体彰显出上帝的荣美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降世，就是人间上界水的画面。上帝的美善
并毋是只有带互人外在一时得的胜利，是心灵永远的宁静甲平安。路易斯赞佩里尼，伊的一生就是真实的见证。伊是意大利后裔的美国人，24岁加入美国陆军防空兵团。伫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，伊伫一场战役中失去真侪日军的战俘。伫战俘营中间，日军用各种非人道的手段虐待战俘，做毫无理由的惩罚，包括用皮带扣线喙皮，叫战俘踮屎便顶面做伏地挺身，搁侮辱恐吓战俘，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。战争结束以后，赞佩里尼的痛苦却犹无结束。当伊返去美国，受到英雄式的欢迎，后来也顺利娶某生囝。总是伊脑海中常常袂自觉，就会浮现过去被虐待的画面，互伊焦虑甲怨恨。伊和过去的军中同袍时常用酒精甲毒品麻醉家己，甚至也买手枪，计划去日本报复伤害过伊的人。1949年，赞佩里尼甲伊的某做伙参加甲里汉布道大会，深受感动，信主，受洗加入教会。过当年，伊开始用基督的饶赦甲疼做主题，去日本东京的加岳院战犯布道。伊讲：我捌无端遭受惩罚，战后的生活真侪噩梦，总是我现在用疼，毋是恨来对待恁。对安尼以后，伊的生命才真正行出战争的阴影。武力取得的胜利，无等于个人内心的平安。只有踮伫基督内面的荣美、救赎的阳光，会当强搁有力，驱散盘踞人心中的恐惧和怨恨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常常无自觉想起过去受欺侮的情形？求主的荣美充满我，互我用疼赢过受恨。我是毋是常常无自觉想起过去受欺压侮辱的情形？求主的荣美充满我，互我用疼赢过受恨。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愿你将主耶稣的教示甲模样放踮我的心中，吸引我来跟对你，显出主的荣美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